今日睇成個珠海最平嘅兩房單位啦，16-7分鐘，保證能夠到南平華發商都，總價只需要65萬啦，首期9萬蚊，月供2600蚊，比租樓仲要平啊！入門嘅位置贈送生活陽台，可以放洗衣機，呢一個鞋櫃收納櫃都係交樓標準。過翻嚟客餐廳，客餐廳開間有3.2米，我哋擺咗4型嘅餐台，左手邊仲足夠位置放餐邊櫃嘅。目前鏡頭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入到嚟廚房3件套以及櫥櫃已經幫你全部配置齊啦。呢一個位置可以放雙門嘅大雪櫃，兩面玻璃窗朝東嘅，望出去嘅視野咧係湖景，毫無遮擋嘅。過翻嚟係我哋客廳嘅開間，我特別滿意呢度嘅朝向，西南朝向啊！望翻出去呢，就係我哋成個片區已經係比較成熟嘅啦。揸車3分鐘有個大型商場，呢度右轉15分鐘呢，就係成個珠海市最大嘅商業體啦。精裝修交付，今年嘅11月就可以收樓啦，所以唔使擔心爛尾嘅。過翻嚟第一個客房，呢一度嘅飄窗台望出去嘅視野，湖景、河景冇任何嘅遮擋物，所以光線視野相當充足嘅。過翻嚟呢，就係我哋嘅洗手間，通過鏡頭你哋感受下佢開間，同樣都係交樓標準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同客廳係同一樣嘅朝向以及係景觀嘅，都贈送咗呢個飄窗台，大嘅玻璃面可以放1.8米嘅雙人大床咧，側面呢，左一排到頂嘅衣櫃。呢度係珠海市全新嘅70年產權住宅，總價由120萬降到而家嘅65萬啊，5折抄底啦！首期9萬蚊，月供2600蚊，平過租樓。有興趣朋友評論區留言啦，拜拜。